去清遠浸溫泉食清遠雞，坐高鐵去旅行舒適省時，淨係旅遊專列已經滿足唔到旅客嘅需求。近日往返清遠同香港嘅高鐵班次正式常規化。之前咧，我哋係自己開車嘅，都差唔多都要成4個半鐘頭車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呢個高鐵通車咗之後咧，我哋返香港就非常之方便，就大約就係1個半鐘頭就 OK 嘅啦。所以可以返到香港，又可以食個午餐，食完午餐咧可以做返我哋自己嘅嘢，開個會，開完會又可以翻上嚟清遠啦，就非常之方便。諗係浸溫泉，以前車程耐啲，而家就好快啦。清遠至香港西九龍嘅高鐵每朝9點22分發車，香港出發嘅班次就喺下晝5點16分開出，車程大約1個半鐘。清遠當局更加推出特色旅遊產品，吸引香港遊客。一是串聯清遠長隆、連州地下河、古龍峽等核心景區，讓香港遊客便捷體驗清遠山水生態之美；二是整合溫泉度假、鄉村民宿等資源，打造短途康養度假路線；三是融入少數民族風情、清遠雞美食品鑑、漂流探險等元素，突出清遠文旅嘅獨特性。清遠嘅旅遊資源咧係非常之豐富，香港朋友咧都好中意，因為1年4季都有嘢玩。高鐵呢個開通，預期赴清遊客量就能實現20%到30%嘅增長。